尊敬嘅各位仁者，大家好。大家請坐。今日呢，我哋喺一齊開始研讀《論語》。我哋前嗰排喺呢度協會呢，將《論語》從頭到尾講咗一次，講咗有282個鐘頭，頭尾有18個月，可以講話好少有人咁樣詳細嘅嚟講解《論語》噶啦。一部《論語》講落嚟之後，我自己覺得受益好大。確實，《論語》係孔老夫子言行嘅一個記錄，佢將聖賢嘅境界為我哋展示出嚟。學咗《論語》，如果係真正學入咗能夠真正理解，能夠發心依教奉行，咁唔單止呢一生能夠做君子，甚至可以做聖賢。喺儒家當中，聖人、賢人、君子就好似學校嘅3個學位，最高個學位呢係聖人。呢個係對宇宙人生真相徹底明白嘅人。佢嘅思想行為係絕對唔會有錯誤。咁賢人呢，就係仲未圓滿，仲未得到呢個圓滿嘅境界，但係呢，確實已經接近啦。咁君子呢，就比賢人又更低一等，佢係正在修學嘅人，按照聖賢嘅教導去力行嘅人。雖然仲未有成就，但係已經係相當了不起嘅人啦。佢起碼有立志要做聖賢。咁呢3個學位就好似大學裏邊嘅學士、碩士、博士一樣，人人都可以攞到呢個學位。因此儒家係教育，教導我哋如何成聖成賢，教導我哋如何從修身做起，漸漸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用我哋依家嘅說話嚟講，就係和諧世界，使世界太平。所以講完《論語》之後呢，我就諗到應該用廣東話將《論語》嘅精華部分提取出嚟。所以從今日開始就用國語同粵語同時開講。咁我哋用嘅題目就叫做君子修身之道，由弟子規入論語。弟子規係論語嘅基礎。弟子規係教我哋點樣做一個人。弟子規如果未做到，冇可能入論語嘅境界。
所以我諗到咧，《論語》作為一本中國人文化嘅聖經將修身立德、治國平天下嘅呢個內容同我哋顯示出嚟。我哋唔可以就係讀一讀增長一啲常識咁解。最緊要嘅係要落實。一部《論語》唔係只係攞嚟講、攞嚟聽嘅，或者攞嚟背嘅。最緊要係攞嚟做嘅。從邊度做起呢？從《弟子規》做起。《弟子規》同《論語》係一唔係二只不過係《弟子規》係《論語》嘅基礎，《論語》嘅根本就好似一棵樹，《弟子規》係根《論語》係枝葉花果，所以中國人一講起《論語》，可以講得頭頭是道因為佢係花果嘛，好靚啊嘛。但係如果冇《弟子規》嘅根，呢種花果唔可能長久。即使係我哋講得天花亂墜都好，到最後冇辦法之落實。孔老夫子《論語》一開篇就講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呢個悅係喜悅，我哋得唔到孔老夫子所講嘅學而時習嘅嗰種喜悅。點解呢？因為我哋學咗之後冇去實習，冇去實踐。呢個習係實習實踐嘅意思。學咗之後一定要去實踐一定要去落實咁先可以不亦說乎所以我哋要將《論語》落實到《弟子規》呢個根本上面。咁《論語》將近500章，篇幅好大。我哋如何能夠用最短嘅時間學到佢嘅精華呢？我就諗到要有一個綱領，呢個綱領可以貫穿整部《論語》所謂提綱挈領用乜嘢嚟做佢嘅綱領呢？咁最好嘅就係用《弟子規》。《弟子規》裏邊講嘅7個科目就可以作為《論語》嘅總綱領我哋恩師講過如果將《弟子規》擺喺天平嘅左邊，儒家嘅4書5經13經擺喺天平嘅右邊，佢哋兩者係平衡嘅。弟子規好短嘅一個篇幅，總共先係1080個字，點可能同4書5經13經平等呢？你睇下《論語》，一部《論語》都15萬字弟子規竟然可以同《論語》平等，點樣講確實仔細去諗一諗係平等，因為弟子規講嘅係行門，《論語》係解門理解咗之後要去落實，要去力行，力行
就係弟子規啊！解行並重啊，缺一不可啊！因此我哋呢一次嘅研討就用弟子規嘅7科作為《論語》嘅總綱領用《論語》嚟解釋弟子規嘅7科，體現出《論語》同弟子規係平等，係一唔係二。其實弟子規嘅7科亦都係出自於《論語》，喺第一篇學而篇第6章孔子所講嘅。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呢個就係弟子規嘅總序弟子規裏邊講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就係呢個《論語》嘅呢一章。佢講咗7件事。第一係孝，第二係悌，第三係謹，第四係信，第五係愛眾，第六係親仁，第七係學文。我哋就用呢一7科作為主線，貫穿整部《論語》。我自己做咗一個研究，將《論語》將近500章，通通用呢個主線嚟重新規律。我發現呢，確實完全可以用呢一條主線統領整部《論語》。因為《論語》20篇裏面，佢嗰個順序冇嚴整嘅邏輯結構，只係用格言式咁樣去排列嘅。咁我哋用呢個7科作為主線，重新排列《論語》就發現原來整部《論語》無非就係講解弟子規，將弟子規進行延伸、深化。所以你將弟子規學好啦，亦都等於學咗《論語》。學《論語》嘅目的就係為咗將弟子規更好咁落實。所以我哋用嘅題目就係君子修身之道。弟子規係做一個好弟子。呢個弟子唔係講小朋友。雖然小朋友就要學噶啦，但係呢個弟子唔係指小朋友，佢係指咩人呢？孔門弟子，孔子嘅弟子所以孔子話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呢個弟子係孔老夫子嘅學生，要入孔門學習，你要符合呢個條件。咁唔單止係小朋友大人都要係一樣咁樣嘅條件。又做一個好弟子，先能夠真正話做君子、做聖人。做弟子係做好嘅人如果弟子規冇做到，呢個人係唔合格嘅人。
將《弟子規》做到啦，先能夠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弟子規係修身嘅基礎。咁我哋咧今日就用呢個方法呢個係一種新嘅方式嚟學習《論語》。咁我哋首先咧將《論語》嗰個概要為大家咧介紹。整部《論語》究竟係講乜嘢？可唔可以咧將佢總結出嚟？咁我哋用一個方法嚟總結，用咩方法咧？係佛門天台宗研究經典嘅呢個方法。呢個方法非常之好，從5個方面嚟研究呢部經，研究得好透徹。叫做5重原義。咁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嚟研究《論語》。只要好嘅方法，我哋就可以借用。所謂5重原義者，就係5種方面5個方面研究呢部經。佢包括5個方面啊嘛。第一係釋名，第二係辯體，第三明宗，第四論用，第五判教。釋名就係解釋本經嘅題目。論語係咩意思？第二咧，辯體，呢個體係講呢部經所依據嘅原理。我哋要明辨。第三，明宗，就係明了呢部經修學嘅方法。呢個宗係宗旨嘅意思。我哋點樣嚟修學？第四係論用，用係作用。學咗呢部經究竟有咩作用？能夠得到咩利益？我哋要論述一下。第五咧係判教，呢個意思就係判定呢部經喺聖言教學當中嘅佢嘅地位。就好似世間學校讀書有小學，有中學，有大學。呢部經典係喺小學讀嘅咧，定係大學讀嘅？大學呢邊係幾年級讀嘅？咁意思。所以呢個係指課程嘅嗰個課程裏邊嘅地位。咁我哋首先解釋呢部經經題釋名。咁呢個經就係《論語》四書當中嘅一部，亦係13經裏邊嘅一部，儒家裏邊最重要嘅經典。咁呢個《論語》呢本書主要就係記錄孔老夫子同埋佢嘅弟子們講學嘅呢啲語錄，注重修身學道，以立人格知天命作為學道之根本。佢反映咗孔老夫子嘅教育思想、學術思想以及政治思想，亦即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嘅呢種思想。咁孔子我哋稍微介紹一下，大家其實對佢好熟悉噶啦。咁作為呢個課程當中嘅一部分，仲係要介紹一下孔子其人。佢係中國歷史上最偉大嘅教育家，哲學家。佢係姓孔名丘，字仲尼。佢係生於公元前551年，係公元前479年逝世。後世尊佢為孔子。咁佢個出生地咧係依家嘅山東省境內。當時咧係魯國。佢嗰時候係東周末年，春秋時期。咁佢嘅時代距離我哋咧係2500年以上。孔子出生於喺商朝末年嘅宋國嘅貴族家庭。佢係從細好學，好有學問。長大之後咧就喺魯國做過官。最大做過大司寇。大司寇咧就相當於宰相。魯國係一個諸侯國，屬於周公之後。但係孔子佢好有志向，佢希望嘅係恢復周公禮樂之治，用禮樂嚟搞政治嘅，使到人心安定，社會和諧。但係咧，當時春秋時期可以講話係禮崩樂壞，禮樂都唔興啦。從諸侯到老百姓，個個都係違約禮法，違越禮法嘅。特別係魯國三家專權，最大嘅家族係季氏家族。呢個違越禮法非常嚴重，所以孔子睇唔慣，離開咗魯國，去周遊列國，希望尋找一個諸侯國，得到諸侯嘅呢個國嘅國君嘅賞識，能夠任用佢，能夠呢推行禮樂之治，實現我哋而家講嘅和諧社會。但係咧好可惜，佢老人家周遊列國14年都冇能夠揾到知己。每一個國家嘅國君都唔肯任用佢，佢冇符，最後咧返到家鄉魯國，開始著書講學。佢編定整理咗《書經》、《詩經》、《易經》、《禮經》、《樂經》，同埋寫咗《春秋》，所謂六經儒家六經。後尾樂經失傳，就剩翻五經。所以我哋講四書五經嗰個五經通通都係孔子親手編定嘅。咁佢門下
有弟子3000人，其中72位賢人，可以講話當時佢呢個私塾嘅學校啊，係非常之有規模。由於佢教學，所以啊，將儒家嘅文化學問能夠傳承落去。後世尊佢為至聖先師，萬代師表。從呢個尊號啊，我哋睇出佢呢個教育方面嘅貢獻。佢係73歲逝世。咁佢老人家一生，佢嘅目標就係為咗恢復古聖先皇嘅道統。佢自己咧可謂係早熟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謂早熟堯舜，堯舜係上古時期嘅聖王。當時呢啲古聖先皇嘅教法流傳落嚟，雖然時間好長，堯舜比孔子要早2000年流傳咗2000年啦，好多都變咗樣，但係孔老夫子能夠將堯舜教學嘅精華再次呢個敘述出嚟。文武係周文王周文王、周武王兩位都係聖人。周文王仲有一個仔叫做周公，武王同周公係兄弟。周公亦係非常了不起嘅人，將文王、武王嘅制度流傳落嚟。佢制禮作樂留落嚟周禮。呢個周禮可以講係國家最好嘅憲法。所以孔子將文武時期呢啲制度亦都編集起來，但係佢自己話佢係述而不作，佢冇創作，佢只係轉述古聖先賢嘅學問，自己冇創作嘅。佢只係信而好古，相信古聖先賢嘅學問，喜好學習，喜好教學。咁佢一生確實都係咁樣去落實嘅。佢嘅希望係恢復堯舜時期嘅大同之治。大同之治唔係理想喺中國歷史上面真係實現過。所謂大同係咩？人冇私心，個個都係大公無私我哋知道堯禪讓俾舜，舜禪讓俾禹，堯舜禹三位聖王，佢哋都係冇私心。皇位唔係傳俾自己嘅仔，係
傳俾真正賢能嘅人。邊個人真正有道德、有能力，請佢出嚟做王啊！真正為國家、為百姓謀福祉所以當時喺《禮記·禮運大同篇》裏邊有記載嗰個時候嘅情景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當時嘅人從天子到老百姓，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係唔係單單對自己嘅父母孝順，唔係單單對自己嘅兒女愛護，係對一切嘅老人家都孝順，一切嘅少年兒童都愛護，使到老人家都能夠有終養終享天年使到壯年嘅人都能夠得到任用使到幼年嘅小朋友咧都能夠健康快樂咁成長嗰啲矜寡孤獨嘅人或者係殘疾嘅人士，佢哋都能夠有生活上嘅保障。呢一種社會情景就好似依家提嘅共產主義社會喺中國歷史上真正實現過。點樣能夠實現呢？聖人出世，聖人嚟做國家嘅領導人，實現咗啦。但係實現嘅時期好短，只有堯舜禹三代稱王。禹之後咧，當時佢亦都係想揾賢能嘅人嚟繼位，但係咧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最好嘅係佢個仔，叫做啟，冇辦法，大家都推舉啟做王。所以迫不得已將皇位傳俾皇啟。啟繼位之後，就開始父傳子啦，世襲嘅制度啦，咁就唔再係大同，變成小康，變成家天下啦，所以夏、商、周三個時代，三個朝代都係小康之治。呢三個朝代嘅開國嘅君王，通通都係聖人。皇啟開夏朝，聖人。後尾夏朝到最後，最後一個皇帝夏桀昏庸無道，被商湯推翻。湯王係聖人，建立商朝。商朝到咗最後，商紂王無道，被武王推翻。周武王係周文王嘅仔，建立周朝。周朝有800年嘅基業，到咗東周時期，孔子嗰時候係春秋，嗰陣時叫做亂世啦。所以孔子係咁樣一個時期
嚟推行聖王嘅政治，係相當之不容易啊！但係佢係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